本港出年全面停收雙非孕婦，有私家醫院擔心有內地人轉以衝急症室嘅方法前嚟分娩。仁安醫院公布3項新措施，防止中介公司同雙非孕婦衝閘。雙非孕婦到仁安衝急症室生 BB， 院方會即時報警，協助追查有冇涉及月子公寓同中介公司，禁止同行嘅私家醫生負責為佢哋接生，又會收取額外費用。自然分娩再加收15萬緊急分娩費，剖腹就要加收17萬元。措施出年1月1號起生效。仁安醫院副醫務總監梁國玲話：要防患於未然，又唔排除再加收雙非衝閘收費。我哋個附加費用已經係貴過我哋嘅單人房喺我哋度生產嘅費用，呢個係最少嘅基準。即係話佢除咗要交佢原本嘅房間應該要俾嗰啲嘅使費之外，個附加費用本身已經貴過單人房。咁所以咧，佢哋最少俾雙倍以上嘅費用。第二日我哋會調節，如果只要有一個衝關，我哋見得到個情況係需要，我哋一定會調節。衝閘嘅雙非孕婦接生工作由嗰日當值嘅急症室同產科醫生負責，呢啲醫生事前係唔會接觸過嗰個孕婦，防止有人從中獲取私利。梁國玲又指，如果有私家醫生協助衝急症室，院方會考慮終止同對方嘅合作關係。